这写书法毋但是艺术，而且在写的过程当中嘛，真需要咱的手甲目睭的协调能力，而且可以当训练人的专注力。即马为着要让这项艺术会当结合着台语的推广，嘉义县台语家庭培育计划是甲中部启成文化艺术基金会来合作，来办一寡台语书法的课程，让台语会当有更较丰富的学习内容。讲这一个人如果很有趣味，咱讲这人做修行。哦，咱等下要写的是，唔是宣纸哦，是零啊布。教大二的老师伫乌邦来示范伊的写法，为了要增加台语的学习，嘉义县台语家庭的培育计划，就伫社区开办的艺术课程，请老师用台语文来上课，教大家来写台文字的大字。透过这个写大字的过程你会当熟悉足济用文言来读的迄款台语安尼咱对台语的了解才会全面。唐诗三百首，写宋词，当然，迄已经足侪人写的，而且毋是毋好，只是讲有当伊离咱伤远啊。咱写台语的台语文，伊毋若干那文字尔。伊阁有一种教咱做人做事的道理伫内底。中正大学台文所就表示，台语是一种知识的体系，伫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思虑的认白甲口语的表达，嘛应该爱有人文的素养。透过艺术课程甲台语的结合，互台语有更较侪学习内容。大家来研究咱台语的文化，互咱台语更普遍，更较迄种平常化呢。希望会当学一寡台语的字啊、话啊。中部启成文化艺术基金会表示，配合台语家庭的计划，还有油菜、水墨的台语课程，希望会当伫艺术文化的推广当中，增加台语多元的运用甲学习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